今日同你講一個關於傻瓜等待與奇蹟嘅故事。呢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。木村秋則嘅蘋果物語。有一個日本男人俾全村人當係黐線，佢種嘅蘋果完全唔用農藥，唔落化肥，足足10年，顆粒無收，差啲搞到傾家蕩產，欠落一身債，連個女嘅學費都交唔出。第8年秋天，佢揸住條繩行咗入岩木山，諗住了結自己生命，但最後佢並冇死到。但後來佢種出嘅蘋果切開咗之後，可以放2個星期都唔會腐爛。更加離奇嘅係，坊間有好多報道話呢個人曾經撞見過外星人。究竟係外星力量幫佢，抑或只係人類堅持創造嘅奇蹟？今日同大家拆解呢本書《奇蹟蘋果》。為咗老婆，同百年傳統為敵，呢位充滿傳奇色彩嘅果農，佢叫木村秋則。時間返到嚟1970年代初，喺日本青森縣，呢度號稱蘋果王國，但呢度嘅果農世代相傳一個鐵律：唔灑農藥就等住絕收。每年10幾次嘅化學噴灑係保證收成嘅唯一出路。但係木村秋則嘅老婆美榮子，佢對農藥嚴重過敏，每次噴完藥佢都會高燒、嘔吐，有時甚至會昏迷不醒。睇住老婆受苦，木村做咗一個令到全村譁然嘅決定：我要種出冇農藥嘅蘋果。佢外父望住佢，沉默咗好耐，最終都係點咗一下頭，話咁就試下啦。但就係呢個試一試，係地獄般嘅8年。響第1年，果園染上斑點落葉病，好似落雪咁，樹葉一塊塊枯黃跌落嚟。第2年，佢噴醋、噴酒、噴蒜水，試勻所有民間偏方，啲害蟲完全唔理佢，照食晒啲葉。第3年，佢啲蘋果樹直頭唔開花，於是佢帶晒全家人徒手捉蟲，一棵樹就可以捉出3大袋。果園變咗蟲仔嘅天堂，佢就變咗村民口入面嘅黐線佬同瘟神。喺1970年代後期嘅秋天，係第8年，足足8年，顆粒無收，屋企僅有嘅稻田賣晒去還債，個女嘅學費都交唔起。木村企喺荒蕪嘅果園入面，望住光禿禿嘅樹枝，終於完全崩潰。一個深夜，佢揸住條繩同電筒，獨自走入漆黑嘅岩木山。佢打算喺嗰棵熟悉嘅橡樹下面結束一切。就喺佢準備將條繩掛上樹枝嘅時候，電筒嘅光無意間掃咗落地，一粒飽滿嘅橡樹籽。佢抬起頭，發現頭頂呢棵野生橡樹枝葉茂盛，生機勃勃，完全冇任何病蟲害。佢當堂呆咗，佢踎低身，攞起一啲泥土，發現嗰啲土係鬆軟嘅、溫暖嘅、充滿生命力嘅腐殖土，而自己果園嘅土呢，就被化肥同除草劑毒害到又硬又死。嗰一刻，一道閃電拍開咗佢嘅執念，佢終於明白，主角從來唔係人類，主角係蘋果樹，係大自然，人類只係一個配角，一個協助者，唔係要去消滅害蟲，而係去重建一個平衡嘅生態，要令土地重拾返生命。終於等到咗花開，嚟到第9年，佢放棄咗同害蟲嘅戰爭，佢開始令果園生滿雜草，種大豆去固氮，令微生物重新返到土壤。佢將蘋果樹當成自己嘅仔女，去感受佢哋嘅需要。佢用醋代替農藥，預防病害，而唔係殺滅。佢嘅果園慢慢變成咗一個生物多樣化嘅生態圈。奇蹟並唔係一夜之間發生，慢慢時間嚟到第10年，1985年前後，有一日春天嘅清晨，佢鄰居揸咗架電單車嚟，好激動咁叫佢快啲去佢嘅果園睇下。木村行入果園，佢唔敢相信，滿園枯萎咗10年嘅蘋果樹喺呢一年全部開花，嗰啲白色嘅花鋪滿晒成個山谷。嗰一刻，佢跪喺地下大喊咗出嚟。佢咁多年嘅努力終於得到咗答案。佢一直將蘋果樹當為朋友咁對待，同佢哋傾偈。佢亦都帶埋個女過嚟感謝佢哋。
後來發現佢種出嚟嘅蘋果切開之後唔會腐爛，只會慢慢流失水分，變成散發淡淡甜香嘅果乾。食過嘅人話，嗰一啖咬落去，嘗到嘅唔係甜，而係活着嘅喜悅。銀幕上嘅奇蹟，木村嘅故事傳開之後，感動咗無數人。喺2013年，日本導演中村義洋將呢段長達10年嘅奮鬥搬上大銀幕，電影就叫做《奇蹟的蘋果》，由阿部隆史飾演木村秋質，菅野美穗飾演妻子美榮子，配樂更請到大師久石讓操刀。電影喺青森縣實地取景，真實重現木村夫婦走過嘅貧困同質疑。當阿部隆史同菅野美穗喺試映會上見到木村本人時，菅野美穗當場喊咗出嚟，因為佢深深體會到木村夫妻當年承受嘅遠比電影入面演嘅仲要沉重，而嗰個外星人嘅傳聞只係木村個人嘅主觀經歷，冇任何客觀證據。後世將呢段故事放大，反而容易掩蓋咗真正重點。佢嘅成果唔係來自神秘外力，而係10年之間不斷觀察、反省、調整、忍受孤獨嘅耕耘。奇蹟唔係天上面送落嚟，而係喺現實生活中慢慢磨練出嚟嘅。呢個故事帶俾我哋嘅反思，各位，木村嘅故事之所以震撼人心，從來唔係因為佢種出咗幾好食嘅蘋果，而係佢用一生嘅倔強向我哋提出咗一個尖銳嘅問題：我哋同自然嘅關係係咪由根本上就錯咗？現代嘅農業好似一場戰爭，將土地當成生產線，將植物當成機器。我哋用農藥殺蟲，用除草劑滅草，用化肥催谷。我哋以為自己係主宰，以為可以用科技征服自然。但木村用10年嘅失敗話俾我哋知，你越係想控制，就會越失控；你越係想征服，就越會被反噬。木村放棄咗控制，學識咗傾聽。佢唔再問我要點做先可以令蘋果長大，而係問蘋果需要啲乜。呢兩個問題之間，藏住人類最深層嘅傲慢同最珍貴嘅謙卑。我哋呢一代人活喺一個急功近利嘅時代，乜都要快，即食即效即成。3年種唔出蘋果就斬咗佢，3個月睇唔到成果就放棄。但木村話俾我哋知，有啲嘢就係急唔嚟嘅。佢等咗10年，等嚟嘅唔係產量，而係一個完整嘅生態系統。泥土會呼吸，蟲鳥有秩序，樹木有智慧。今日當我哋面對氣候變遷、土壤退化、物種滅絕，木村嘅果園就好似一座細小嘅燈塔，靜靜咁亮着。佢唔喺講咩大道理，只係種出蘋果，而每一顆蘋果都喺度對我哋講：俾大自然多少少時間，大自然會俾你奇蹟。傻瓜嘅哲學，努力未必一定有世俗上面嘅成功，但過程本身已經有價值。最後，木村成日講一句話：呢一生至少做一次傻瓜。但真正嘅傻瓜係嗰啲以為人定勝天嘅人，而木村秋質其實係呢個時代最聰明嘅智者，因為佢讀懂咗一件事：人類從來唔係地球嘅主人，我哋只係過客。真正嘅智慧唔係征服，而係共生。木村等咗10年，終於等嚟滿山嘅花。奇蹟蘋果想帶俾我哋嘅道理其實好簡單：世間真正嘅奇蹟好少係突如其來嘅奇事，更多時候奇蹟係喺長期無人睇見之下，默默耕耘、遲遲兌現嘅結果。當然，耕耘唔代表一定會收穫想象之中豐碩嘅果實，現實永遠充滿變數，努力亦未必100%換來世俗上嘅成功。但就算最後達唔到最初嘅目標，呢段沉澱嘅過程依然會重塑你嘅眼界、耐性同耐心。就算結不出完美嘅蘋果，你嘅土壤已經變得比從前更加強大。可能今日嘅你正處於屬於自己低潮嘅10年，付出好多努力，但睇唔到結果，身邊仲有好多質疑同嘲笑。唔好太心急，強迫自己即刻開花結果。偶爾停一停，
檢視自己嘅根基，思考自己嘅方法係唔係需要調整，俾自己多一啲耐心。呢本書同電影都非常值得睇。至於外星人嘅故事，就當作趣聞，交由大家自己判斷。如果你聽過呢個故事，又或者你而家正係默默耕耘嘅階段，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記得點讚訂閱。我哋下一本書再見。